抖音啊，还有宕机，还有记忆体空间不够，很快就宕机了。找网路啦，影片，找网路影片，曾经有看过那个西洋历史的、西洋上古史的相关影片呢。到底要搜寻 history 还是要搜寻世界历史、西洋历史、西洋上古史？搜寻历史。在网络 YouTube 有很多影片介绍历史的、历史古迹的、古文物的、考古发现的。记忆体空间不够，很容易就宕机了。为什么？抖音耗用那个记忆体快8 Giga 了呢。上一次好像7点多 Giga， 怎么耗用那么多空间呢？要到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，赶快去下载安装文字扫描器哦，或者其他的程式。下载安装过程显示说空间不够，要释放空间，来操作释放空间，清除快取资料，就可以得到一些空间哦。但是还是不是很多呢？有的上传抖音回传回来，放在那个内部记忆体空间的Facebook 资料夹里面，这样分享，它是分享到脸书限时动态啊，所以要到那个 Facebook 资料夹里面去搬移啊，整个资料夹注明抖音影片，然后再搬移到外部记忆卡，外接的 SD 卡。那内部的怎么做啊？还有回传的在也是内部空间有个 DCIM 资料夹里面的 camera， 竟然是存在 camera 相机 CAMERA camera， 日本人说卡梅拉，在那个资料夹里面再去注明一下抖音影片，再搬移到外部记忆卡。这些如果有影片呢，找那个诺贝尔不是奥斯卡金像奖影集，网络搜寻也许都有了。奥斯卡金像奖影集，学生参考资源可以找安安免费教学网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好像都有，它内容很丰富。平安的安免费教学网，在网络 YouTube 搜寻很多影片资源
还有开放课程的，台大的还是交大、成大开放课程的，医学的，很多资源可以用啊。影音资料库啊 ，YouTube 可以申请账号，然后成立网络电视台，上传影片呢。阿迪的英文频道，你看很成功呢，订阅者好像几百万呢。世界名片欣赏。木尾图 GIF 有这个程式啊，可以搜寻木尾图 GIF， 也可以转成 PNG 图片档，可以把那个影片哦转成图片档，可以操作1秒1张，会有成功的话会有很多张图片，要再用那个超大图片显示来筛选，来选取要的了，或者是删掉一些很多重复的，好像用线的比较快。相同的好像一大片都是啊，然后选一张就跳到下一片，一大片的都选一张，然后跳到下一处了。现在选了30次就30张了呢。不晓得好不好操作，删掉重复的比较花时间呢。